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必顺台语安尼写必顺。华语的裂缝，也就是皲裂，台语讲必顺。这个灰仔地骨有必顺，若是底地拢会涉水，涉水就是渗水、漏水。专家特别提醒，咱的厝若是伫咧地动了后，外墙壁倒出现着 X 的必顺，也就是梁条甲剪力墙有车的必顺，拢要特别小心。这真有可能是房屋的结构已经有问题了。必顺嘛使讲必痕，裂开的线纹。这个地后仔有必痕，莫阁用啊，嘛当用单一字必。天气真冷真大，我的喙唇甲骹甲手拢闭甲真严重。过来，花瓣拍甲漏闭开咯，闭开裂开破裂分开。若闭切是裂开分叉，譬如讲毛笔闭切、他毛闭切。上尾过来讲一个一必一中，就是预测精准，百发百中。这个老中医真出名，赞美开药方，拢对症下药，一必一中。这食油啊真好大便，一必一中。今仔日的台语字必顺，实在真趣味。